Hello，大家好。睇娛樂新聞呢，就見到有一則呢，就講古佩玲啊，即係喺《愛回家》入面嘅素素啊。咁嗰段新聞呢，就話古佩玲以前學生時期，即係讀書時期嗰啲相呢，就喺網絡上面瘋傳喎。咁因此啲人就攞翻佢以前個樣同而家嘅樣就作一個比較啦。就話佢個樣呢，就唔同咗喎，真係認佢唔到添。不過呢一段新聞呢，就亦都同時見到另一則呢，就係講而家好 hit 嘅《尋秦記》啊。咁而入面其中一位女主角郭羨妮，亦都有網民就抄翻佢以前喺台灣呢出席呢一個節目嘅時候呢，以前嗰個樣，哇！啲網民大讚佢真係好貌美啦，好靚女啦。哇！所以我發覺呢，真係生得樣靚嘅話呢，真係唔同啲嘅。咁講翻古佩玲啊，咁嗰陣時記得劉鑾雄咧都有講過喎，話佢中意睇《愛回家》啦。不過咧，《愛回家》入面其中一位女演員咧就話個樣就好膠嘅。咁至於邊個咁膠咧？咁佢又冇開名。由於佢講咗呢句説話之後咧，好多人就喺度估啦。究竟係邊一位咁膠啊？我仲記得就其中一位咧就話係滕麗明喎，不過好快脆啲網民我相信都認為唔係滕麗明啊。究竟邊個呢？咁而其中一位咧就估計係古佩玲啦。咁啲網民就甚至乎話古佩玲笑起上嚟塊面咧好似有啲粒粒地咁，唔知點啦，總之就有啲唔自然嘅。因此就懷疑佢就係劉鑾雄口中所講嘅膠膠地嘅女演員啦。咁既然形容對方係膠嘅演員，咁係唔係牽涉到一啲整容嘅問題呢？睇翻古佩玲，佢係選美出身嘅喎。2019年香港小姐選舉季軍入行啊。咁佢去到呢個愛回家之後呢，咁人氣就亦都係上升唔少嘅。因為話晒入得去愛回家，經常都可以喺熒光幕出現噶嘛。咁就亦都係俾人認識多咗啦。再加上劉鑾雄咁樣講一講，話好膠嘅女演員，咁啲人就覺得古佩玲啦。咁而家最近亦都係有古佩玲讀書時候嗰啲照片啊，又或者係佢以前學生作品，即係嗰啲 MV 作品啊，入面睇到佢即係讀書時期嘅樣。真係同而家係真係有分別喎。我見到網民嘅留言呢，就話相差比較大啦，仲話佢以前就順眼啲喎。而家太誇張啦，係膠啦，又話整得太過誇張啦。但係同時我見到好多留言呢，都話佢以前個樣就自然好多喎，好睇啲喎。好多人都話佢以前係好睇啲啊，即係話佢讀書時期個樣啊。佢讀書時期個樣就個面型就闊啲嘅，咁而家嘅古佩玲呢，就係點講呢？修長咗個樣啊，尖尖地咁嘅，同埋佢個鼻哥都有明顯嘅分別喎。我覺得一個人嘅相貌呢係會變嘅，咁以前即係都隔咗差唔多10年個樣，咁同而家梗係有啲唔同啦。不過點樣唔同都好。有啲位置就唔會話你想話變就變得到嘅，又或者係咁講啦，例如係一個人行好運，又或者行衰運，個樣都唔同咗啦，同之前。但係你唔會話搞到個鼻哥都唔同咗噶嘛？你乜嘢時期個樣，你行好運又好，行衰運都好，個鼻哥冇理由變噶。咁莫非真係好似外間嘅傳聞一樣，佢係有整容嘅？網民就話參加港姐選舉係唔可以整容嘅喎，所以就懷疑佢係咪背後嘅靠山就好大呢？啲網民就係咁樣估計啊，仲講到話佢嗰陣時海選啊，即係選港姐海選嘅時候都冇佢嘅，突然之間加入，因此認為佢真係有勢力啊。咁呢一點呢就唔太清楚啦，每個人都有唔同嘅睇法啊。不過呢一件事呢，就令我醒起另一單新聞，就係話而家《尋秦記》入面其中嘅主角啦、女主角啦，郭羨妮啊，啲人就抄翻佢咸豐年前喺台灣就參加嗰啲應該係綜藝嗰啲遊戲節目啦，見到佢嗰陣時個樣就真係青春可人啦，真係非常之靚女啊！
不過我都覺得郭羨妮係靚嘅，一直我都覺得佢係靚啊。咁而身邊嘅同佢一齊玩遊戲嘅，仲有阿古天樂、古老闆，仲有孫軒。嗱，佢哋三個以前都係好後生啊。嗱，真係，所以就係話青春無敵啊！你睇下古老闆嘅樣，望上去仲有即係略帶幾分少年即係僆仔樣啊。咁除此之外，喺佢身邊嘅孫軒啊，同樣都係咁靚。嗱，孫軒我一直以嚟都係覺得佢靚嘅，即使係而家嘅佢呢，我都係依然覺得佢係非常之好睇嘅。嗱，睇嗰個圖片入面呢，其中一張照片啊，就係應該話係佢答錯問題啦，咁啊，所以就要有少少懲罰噶嘛，頭髮就被吹到亂晒啦。嗱，就係呢啲就係懲罰啦。咁佢吹亂咗頭髮之後，個樣真係望落去個樣好趣怪喎，又真係喎，好特別啊個樣啊，即係碌大隻眼，又要喺度笑緊個樣，加上係咪燈光定咩關係啊？個皮膚都好似比較係古銅色一啲啊，即係比較啡啡地咁。真係立下眼成個泰山咁喎，應該係女泰山啊，幾得意啊個樣。嗰陣時佢哋三個即係古老闆啊、孫軒啊同郭羨妮呢，都係非常之後生、非常青春啊，非常好睇啊。個個靚仔靚女咁多年都係即係望上去都係賞心悅目嘅。哇！你話幾好啊？即係生得靚呢，真係有着數嘅。起碼身邊嘅人望到佢哋都開心啲先啦。咁就同一時間呢，孫軒亦都有喺網上分享佢自己保養嘅心得啊。佢就話係唔會用嗰啲醫學咩美容方法，佢會用較自然嘅方法去延緩呢個衰老啊，去對抗呢個衰老啊。佢話如果用嗰啲醫美嘅方法啊，會擔心會上癮啊。佢話睇到一啲人呢，開始做就做少少，係咁以微調啫，不過後來就越做越多啦。咁啊，孫軒就心諗唔好啦，費事上癮啦，咁啊情願用一啲較為花費時間嘅方式去保養。佢話呢一種情況呢，就令到佢每日都要起碼花費3個鐘啊，一早一晚，咁啊每次就個半鐘，加埋就3個鐘啦。例如做一啲敷面膜啊、刮面啊呢啲保養嘅步驟啊。嗱，咁佢自己亦都講到呢，佢接受年紀嘅增長啊。不過就希望呢，就無需依賴醫美嘅情況底下呢，就維持呢個自然狀態啦。希望老化速度就減慢一啲啦。咁都啱嘅，有陣時盡量用一啲自然嘅方法都係好事嚟嘅。其實而家唔好話講美容啦，近呢好多年以嚟都開始好多人講緊飲食嗰方面都要自然啊。尤其是係提倡食生啊嘛。嗱，食生即係食生嘅嘢啊。即係無需經過烹調嘅，但係唔係話叫你將啲生牛肉啊、生豬肉係咁懟落個口度喎，千祈唔好誤會喎。不過點都好啦，提倡自然嘅方法，我都覺得係一件好事嚟嘅。不過網民就有唔同嘅睇法啦，認為佢嘅即係贊成佢呢種審美嘅標準啊，即係無需依賴呢個醫學美容啊，盡量用一啲自然嘅方法啊。同時亦都係欣賞佢接受自己年長呢一個問題啊，認為呢一樣嘢真係唔係咁多人接受得到喎。咁我都覺得係啊，尤其是係做藝人啦，經常都要係盡量令到自己好青春噶嘛，俾人見到自己好多皺紋啊，開始慢慢出現老態啊。嗱，呢一樣嘢確實對藝人嚟講都真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啊。所以勇於去面對。即係覺得自己慢慢自然老去呢係冇問題嘅，咁確實呢一種嘅態度呢係好正確嘅。不過同時亦都有人認為呢，因為孫軒佢自己天生嘅條件就係比較好，如果係普通人呢，就未必可以選擇用呢個方法啦。咁樣講其實亦都錯唔晒，亦都啱㗎。其實每一個人嘅質素呢，皮膚嘅質素真係唔同嘅。有啲人望上去真係年紀大，但都好似好後生咁，甚至乎就將近60歲，望上去都好似啱啱40咁樣喎。不過有啲就唔係啦，啱啱相反嘅，有啲人係30度問啊，望上去都好似十足50歲一樣。嗱，呢啲又係關乎到每一個人嘅嗰啲遺傳基因嘅。嗱，咁所以頭先我所講咯，你生出嚟已經係靚仔靚女，咁咪已經夠晒好啦。
因為靚仔靚女點都係多數行好運噶嘛。如果再加上你天生麗質，嗰啲皮膚啊，甚至乎個老化速度亦都係慢過人嘅，咁啊更加之好添啦。望上去又靚，而且俾人感覺係好青春，哇！真係咁就已經係贏咗一大橛啦。不過又咁，如果真係要整嘅話，咁啊最緊要都係整得自然啦。我見有啲女藝人呢，一路整落去就好似泥足深陷咁樣。以前呢，就某一啲嘅名媛啊，我見佢其實都 OK 啊，個樣都唔係差，點知越整個樣就越走樣，後來就走樣走到有少少恐怖添喎，望個樣，唉，嗰啲真係慘啊！整容就變咗好似毀容咁。咁啊，所以就算整容都好，都真係要揾一個出名嘅醫生去整啦。咁啊，而且就整容呢一樣嘢喺娛樂圈嚟講，就個爭議性、個話題性亦都多啲啦。就好似古佩玲咁，整完容即係俾人懷疑俾人懷疑佢整咗容先去參賽，咁就話呢一樣做法就唔啱啦。咁所以真係整容，你話喺娛樂圈咧，真係零舍多話題啊。同埋亦都有可能牽涉到一啲選美上面嘅規則問題啦，例如有冇犯規啊？咁所以呢一方面亦都會俾人攞出嚟去討論啊。好啦，今集講到呢一度啊，我哋下次再見，拜拜。